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，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莉莉的金项链。在一个遥远的乡村小镇里，住着一个名叫莉莉的小女孩。莉莉的家有一个非常大的农场，四周被绿色的稻田环绕。她的爸爸是一位手艺精湛的珠宝匠，他为莉莉的7岁生日制作了一条特别的金项链，上面镶着一颗闪亮的小星星。这条项链是爸爸送给莉莉的生日礼物，她每天都戴在脖子上，觉得项链是她的幸运符，能够带给她好运。莉莉在乡村中的生活充满了乐趣，她每天会带着这条项链去喂鸡，照顾小羊，帮妈妈收拾果园，还喜欢在榕树下的秋千上荡来荡去，非常舒心。到了夜晚，她特别喜欢在一棵苹果树下坐着，看着天空的星星，听着猫头鹰的叫声，真的是好舒服呀。有一天晚上，莉莉在洗澡的时候发现她的金项链不见了，急忙地跑去找妈妈，妈妈也很着急。他们开始在家里东翻翻，西找找，但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。第二天早晨，莉莉和妈妈吃过早餐后又开始找咯。他们首先去了鸡舍，仔细地在草垛里翻找，但项链依然没有发现。接着他们来到小羊的围场，那里有着绿油油的草地和活泼可爱的小羊。他们检查了每一片草地，每一个角落，小羊们也好奇地看着它们，但项链依旧下落不明。随后他们来到了莉莉经常玩耍的地方——跳房子的场地。莉莉和妈妈在地上仔细寻找，翻开每一块石板，甚至把周围的沙子挖了一遍，但项链依旧没有踪影。他们继续前往秋千旁边，那里有许多落叶和树枝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检查了每一个地方，但依旧没有找到。莉莉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，她坐在大树下，红着眼眶，忍不住大哭了起来。妈妈轻轻地安慰她说：“别担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它的，只要我们努力不放弃，项链一定会回来的。”于是莉莉和妈妈决定继续寻找。他们在草地上，在小溪边，在树丛中都找了一遍，但始终没有找到项链。她的心情依然很低落，她开始怀疑她的项链是否真的有办法找回来呢？这时，莉莉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她的好朋友小凯。小凯看到莉莉很伤心，上前问：“莉莉，
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看起来很难过。莉莉告诉小凯，她的项链丢掉了。她和妈妈已经找了好久，但仍然没有找到。小凯听了后，立刻决定要帮忙。他说：“我可以和你一起找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它的。”首先，他们来到了小溪边，那里的水流潺潺。小凯心想，项链会不会掉到水里了呢？他用网子在水中仔细搜寻，虽然水草和泥土把它弄得满身是水，但他依旧没有放弃。接着，莉莉和小凯来到了一大片草地，那里的草丛很密集。他们认真地翻开每一片草叶，仔细检查每一个角落。就在天色渐暗，莉莉和小凯坐在树下休息时，莉莉低下头，看到自己曾经在秋千上玩耍时的一些小玩具。突然，她想到一个可能还没有找过的地方。于是，她激动地对小凯说：“小凯，我们去那片老树旁边的花丛中看看。”小凯和莉莉迅速跑向那片花丛。花丛中有许多五颜六色的花朵，花儿们的美丽却让寻找变得更加困难。他们在花丛中仔细寻找，翻动着每一朵花。然而，当他们靠近一片小树丛时，小凯突然听到嗡嗡嗡嗡的叫声。他们好奇地朝向声音的来源走去，发现树丛底下有一个大麻袋，袋子上面全是绿色的叶子和花朵。小凯小心地打开麻袋，里面竟然有一个大箱子。他们打开箱子，惊喜地发现里面放着许多闪闪发光的物品，其中就有莉莉丢失的金项链。正当莉莉和小凯准备把项链取出时，3只小蜜蜂飞了过来。蜜蜂说：“这是你的项链吗？”莉莉回复：“是的，我一直在找这条项链。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金项链，它非常珍贵。”蜜蜂说：“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是这个箱子的守护者。昨天我们发现这条金项链在花丛里，金光闪闪的，太美了。于是我们就把它放进了箱子。我们的妈妈特别喜欢金光闪闪的东西，我们正打算要做一顶闪闪发光的皇冠送给她呢。不过，既然是你的东西，现在就把它还给你。”莉莉和小凯惊讶地看着蜜蜂，蜜蜂的声音虽然微小，但非常真诚。莉莉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，蜜蜂。这条项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我很高兴能够找到它。”蜜蜂微笑着说：“我们很高兴项链能回到你的身边，真的很对不起，让你们费心了。这也警惕我们自己，下次不能再乱捡地上的东西喽。”莉莉和小凯带着找到的项链回到家，妈妈看到项链后，笑着拥抱了莉莉，说：“你们真了不起，
不仅找回了项链，也让我看到你们互相帮助和不放弃的精神。莉莉微笑着对小凯说：谢谢你，没有你的帮助，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他。妈妈轻轻地对莉莉说：记住，生活中会有很多挑战，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你保持信心，不放弃，那么成功的几率就很大哦。那天晚上，莉莉和小凯坐在苹果树下，莉莉笑着说：今天真是太棒了，谢谢你，小凯，谢谢你陪我一起找项链。小凯说：不需要客气，能够帮你找到项链，我也很开心哦。他们一起看着星空，听着猫头鹰的叫声，真的好舒服呀！亲爱的小朋友们，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挑战，但只要你们保持信心，坚持不放弃，就有可能解决问题哟。当遇到困难时，也别忘了朋友的支持，和朋友一起努力，互相帮助，会让你们更容易克服困难哦。同时，记得感恩那些帮助过你的人，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。还有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我们就不要乱拿。学会不随便乱拿别人的东西，不仅能保护自己，也能尊重别人的财物，保持良好的习惯。如果捡到别人的东西，可以拿给老师或警察叔叔阿姨保管，他们可以帮忙你找到丢掉东西的人。记不记得蜜蜂把莉莉的金项链拿走了？莉莉非常伤心，因为她一直都找不到。但最终小凯帮忙找到了，莉莉非常感激，也非常开心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